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要死牵拖几粒。人有当时代志做了无好、无顺利，就凊彩找一寡借口要甲闹架，拢无去想讲家己是倒位做了无拄好，才会造成失败的局面。就好亲像公民团体发起罢免在野党立委的活动，互点名做记号的立委，毋但完全无去反省家己伫立法院的表现，互社会大众有安尼失望，颠倒去怪罪执政党煽动人民自决的行为，有影是要死牵拖几粒呢？以上，感谢收听。